在1895年嘅日俄战争当中，韩人志内义军同日本兵进行一场保乡卫土嘅决战，其中最惨烈的，如系嘅当年8月大嘅八卦山战役，日军嘅头人吴同宪同武器军嘅头人吴彭彦战死，也对日军系过伤嘅。那我睇南浦嘅6队日军，睇日本增加嘅严兵登陆过后，西路嘅抵抗去保乡卫土，火烧中野战输黑的，唔过伊能忠义英勇嘅精神，后退人路过幸福。 1895年8月初9，日军将土中南江比山峰，日军却对其他峰来包围，顾客对海上炮击，打到日军手甜甜，日本兵没打落苗栗。他派这个两艘军舰的海上来舰炮攻击啊，这个厉害的，义军是没有想到这一点。 包括吴同宪持上2条人南退彰化八卦山，同吴彭彦任军2大量嘅武器军配合。而且人嘅鋪吹係安排到態度喺南片係要戰略嘅制高點，同時班5000人嘅日本兵各等號碼來對立。他們要勘察地形，就騎着很多馬在那邊勘察地形。結果八卦山上因為有吳彭年他們這些炮兵看到了，就給他開炮過去。 重新轉到八卦山嘅古戰場，我哋片嘅經驗公演度還是看到有2機警怪作為睇炮，一些頭擺吳同憲、吳彭彦帶領嘅日軍攻擊日本用嘅街客用嘅炮，不過因此啲炮橋對定係單一嘅風向，根本無法吐來防對後擺來攻擊。8月18半夜，日本兵發動攻勢，對八卦山後擺攻擊守軍。 經過8點鐘嘅血戰，日軍收復武器進口嘅日軍死亡幾千人，包括吳同憲、吳彭彦，未拖了從戰役戰死，講係日美戰爭度清太界正面會戰。八卦山是一個台地，一被他佔據了以後，彰化城的每一個角落，他都可以用大炮給打。是八卦山之一，使得整個反抗的力量徹底瓦解。那後面還有打嘉義、打雲林。 最後要直指這個台南，其實人心惶惶，已經無心再戰。除八卦山之外，台灣南埔有6隊客家義勇軍來抗日。10月11日對枋寮登陸嘅日軍，經過屏東嘉東，是受到組隊軍激烈嘅攻擊。 因為同日本先過朝鮮台平定了後，6隊軍還係繼續嘅打游擊戰。日軍過一拜頭，12月26當週嘅時節進攻6隊軍太本營，長期封銷中。我滅黨嘅呢，所以呢，後豐陽太總理呢，明到呢，我犧牲到該到無辜嘅個羅倫太師啊，就嗰輩就呢就叫做戰統平復。あちらを呼び出せ。さもなければ。 這個，因為天空魔總的，再有問題，係全部先記得處理到。台灣對北到南組織抗議嘅抗議，雖然本日本兵講係撤兵，但是忠義嘅精神得到日本人嘅尊敬。他說台灣的人在要處決的時候是昂首，非常的有，就是很有志氣的這樣子昂首被斬首，並不像。 而且他們的作戰也是非常的英勇，所以他說雖然是敵人，也是值得敬佩的。火燒中戰役係日美戰爭度抗日前備嘅抵抗，雖然前備還係無法度主動日本軍嘅接收，不過抗日保家衛國嘅精神，是向來比文上外世界希冀河山總名震日光，和台灣歷史上流落真像樣嘅日子。以上是記者林金友了記者做嘅採訪報道。